小女心事，不方便在此道出。不知可否另寻在？如此美景，应有玲珑巧对相衬才是。陈安伯，请吧。山抹微云无墨画。诸位，陈安伯，你这句子未免太过生僻了，我等实在有心无力啊。竹敲秋雨有声诗。伯爷，飞仙姐姐与陈安伯真是才华横溢，诗词知音啊！那日我亲眼见到谢启林在跟一名女子对诗，飞仙不敢与陈安伯相提并论。施小姐谦虚了。能与伯爷诗词相会，飞仙之幸也。他日谁若能娶到石飞仙姐姐，才叫幸事呢。不像那位湘君，谁娶她谁倒霉。的确倒霉，不然那谢家二公子怎会私奔，到头来落个人财两空，瞎了狗眼呢？班话，飞仙还以为湘君对诗会从无兴趣呢。确实没兴趣，不过是让李姑娘惦记我呢。只不过你说错一句话，她行错路瞎了眼，可跟我班话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湘君虽和谢公子有过节，但此时谢公子伤了眼，湘君还这般讥讽，恐怕不太妥吧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此乃诗会，大家应雅兴相会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？谢公子受伤之时，谁是谁非尚在调查中，自有公断。今日当以吟诗为上。陈安伯所言极是。好好一个人，怎么会喜欢石飞仙那样的？真是理解不了，理解不了。陆青，投其所好，投其所好，就班很要紧。画画有事相求，不知陈安伯可有时间一听啊？湘君有什么事，在这里说便是。公子所言不妥，小女心事，不方便在此道出。不知可否另寻在换个地方再说。湘君这是怎么了？受什么刺激了？天哪！有话直说，湘君这番吓到在下了。你要是不跟我走，我就一直这么说话。能与陈安伯聊上几句，可谓画画之幸也。在下暂辞片刻，抱歉。谢陈安伯，那就跟画画这边走吧。湘君究竟要带在下去哪？陈安伯若不愿再走，好好说话。湘君找在下何事？哎，对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君子知公义，不图私利，成人之美。在我看来，陈安伯想必是位君子吧？
那么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小人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硬邦邦。小人硬邦邦。湘君今日找在下究竟何事？不妨直说吧。难不成真是来找在下茬的？若无他事，在下便告辞了。哎，等一下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自己看吧，我还懒得背了呢。公子，湘君今日来意，在下已知晓，但我尚有要事要处理，先行一步。哎，你赶紧帮我吧！得罪。也没说帮不帮，怪怪气。